后来这个澎湖这个渔船，即摆是连人带船从靠亚里福建。昨暝第一时间，咱的海巡接到通报了后，虽然马上赶到现场，但是最后也是停止入船。国民党的立委王宏伟讲，因为双方的舰艇，不管是数量，或者是动声，拢差人一截，就惊这个冲突来升悬，才会互鱼失败。民进党的立委辛碧荣嘛认为，这海巡无继续来入中国船，这个做法是正确的。中国渔船正过界掠鱼啊！海巡署接到通报了后，随赶来现场，用放送将因赶走。你已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，进入我方限制水域，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秩序及安全。若是有中国船只组织要金门甲马祖禁限制水域，海巡署就会启动标准作业证书，进入12到24里的限制水域，会透过广播示警或者是使用高压水炮将因赶走。若进入12里的禁止水域，就会运用超前的机卡，以优势兵力强制驱离。是讲即摆台湾渔船掠鱼啊，不伫这个区域，案发的地点伫中国的领海，海巡就算想要捉，嘛无遐简单。这届澎湖这个渔船大致满88号，伫金门禁限制水域外口掠鱼啊，若去互中国的海警定船检查，船只和船员经过风带到福建泉州的围头港口啊。虽然海巡想要救援，落尾也是无果足累。毕竟当时中国有7只海警船，排水量拢是600吨到1000吨。配76公里的舰炮，2台虎炮，2支机枪。若咱这边敢若3只海巡艇，2只100吨，1只35吨。主要是来执行救生救难和近环定检。可能我们的舰艇的数量，远远低于大陆的海警船的数量。那第二个可能也是吨位不够。第三个，我想也有个考虑，可能怕就是当面就是会有一些冲突啊，升高这个摩擦。我觉得海巡的做法是对的，就是他如果过度深入这个中国海域的时候，这个海巡不要再追上去哈。那接下来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一个外交的事件。那个立委拢认为，避免区域的局势升温，会当理解海巡的做法，是讲中国的海警将咱的渔船甲西面靠压，所以互两岸关系更加紧张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